本港喺未來1個禮拜可能會先後打2次風，而天文台已經喺夜晚發出1號戒備信號。Mat One 嘅風暴分析會先集中跟進現時位於呂宋附近，會喺禮拜5、6影響本港嘅第一隻風。第一隻風今朝早登陸呂宋，登陸地附近嘅氣象站錄得最低氣壓大約係1800帕，反映風暴登陸之前可能短暫達到熱帶風暴嘅強度。但由於風暴橫過呂宋嘅時間較長，因此核心結構已經完全瓦解，相信進入南海之後要一段時間重新整合。按照現時嘅預測，第一隻風佢嘅環流會比較細小，強度容易大上大落。風暴增強嘅幅度要視乎未來1日核心重整嘅情況以及高空流出嘅強弱，所以變數相當大。踏入星期5，預料東北季候風會南下，屆時風暴增強嘅幅度亦都會受到限制，但係路徑嘅偏西份量亦都會增加。至於佢路徑西折嘅時間同埋位置，以至風暴最接近香港嘅距離同埋相對方位，就仍然有唔少變數。按照現時傳統電腦模式同人工智能預測，第一隻風較大機會會喺香港東面登陸，即係東登，隨後喺本港以北掠過並且係減弱。加上佢嘅環流細小，代表要相當接近本港嘅天氣先至會有明顯變化。但係現時預料風暴會喺香港100公里左右掠過，所以 Mat One 評估天文台發出3號風球嘅機會係中等至高，代表係較可能要掛3號波。但亦都有一定機會出現唔掛波嘅例外，即係風暴較遠距離東登，又或者埋岸或者登陸之後，佢嘅減弱速度較快，導致強風未能夠持續影響普遍地區嘅情況。而8號風球嘅機會，而家可以話係言之尚早。至於下個禮拜來襲嘅第2隻風，天文台就形容佢環流廣闊，而且預料會顯著增強，相信會對本港構成一定嘅影響。但係要留意電腦模式，超過5日嘅路徑預報誤差可以有幾百公里，亦都難以準確把握風暴嘅強度同埋結構變化。所以第2隻風對本港實際嘅風雨潮影響，同樣都係言之尚早。我哋係會繼續關注呢2個風嘅發展同埋動向，喺各大嘅社交平台適時更新。